分體式冷氣機安裝，即日到府，專人快速處理，即裝即涼，專業安裝分體式冷氣機，快速享受涼爽。分體式冷氣機安裝需要專業且謹慎處理，避免日後漏水、噪音及散熱問題。冼冷氣通提供專業安裝分體冷氣機服務，即日專人快速到府，保證安裝品質與效率，助你即裝即涼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。安裝分體冷氣機的優勢：安裝分體冷氣機可有效提高冷氣效能，降低噪音，更節省空間與電費，使冷氣通專業團隊精準掌握安裝技術，提供即日快速到府服務，讓你立刻享受舒適空間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。實用技巧：分體式冷氣機安裝步驟：確認安裝位置合適、通風且穩固；安裝室內機並連接管道與電線；安裝室外機並確認水平及散熱良好；真空處理及充填冷媒後啟動測試運行。如需專業協助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維修等，讓你輕鬆享受涼爽。分體式冷氣機安裝常見問題 FAQ： 分體式冷氣機安裝需要多久？一般需時約2到3小時即可完成。安裝分體冷氣機需考慮哪些因素？位置通風良好，牆體穩固，電源配備充足。裝分體式冷氣後多久可使用？完成安裝並測試運轉後即可立即使用。